銳眼計劃之下，政府安裝嘅閉路電視成功鎖定一名本地男子。警方亦相信該名男子同較早前喺11月底至12月期間喺元朗及深水埗發生嘅2單搶劫案，及12月分別喺天水圍、長沙灣、油麻地以及旺角發生嘅6單盜竊案，仲有11月底同樣喺天水圍發生嘅1單不付款而離去嘅案件有關。所涉及嘅財物包括有唔同受害人嘅手袋、銀包、現金、信用卡以及電話等等嘅個人財物，總共價值超過港幣51,000蚊。警方喺尋日，即係17號，喺該名疑犯嘅荃灣住所，以3項搶劫罪、6項盜竊罪以及1項不付款而離去嘅罪名拘捕該名疑犯，並且檢取疑犯犯案時所穿着嘅衣着，以及起回部分受害人嘅失物。該疑犯正被扣留調查，稍後將會落案起訴相關嘅罪名。